开嘎后，乃黑 K 一醒伤。在做运动之前，记得要先暖身，才不会受伤哦。待会我们会先做4种下肢的暖身。那第一个动作我们会让你的脚稍微向前跨一步，脚尖略微往上，让我们慢慢的由下往上去延伸我们的身体，吐气慢慢的起来。那记得2只脚左右要换边，吸气往下，再慢慢的起来。这个动作我们可以去延展到我们的大腿后侧，跟我们的小腿的后侧，还有我们整个腰背部。吸气，吐气，慢慢起来。那另外1只脚我们就踩稳，膝盖弯曲，慢慢的让我们的身体往下。回来之后我们要做的是第2个暖身的动作，我们会让我们的大腿抬起来，尽量让我们的膝盖靠近我们的胸口。记得在做的过程都要保持抬头挺胸。不管在暖身还是运动的时候，记得不要憋气，吐气慢慢的抬高，回来，再换边，吐气抬高。这个动作可以去活动到我们的髋关节，还有我们的臀部。好，下一个动作我们会做的是像翘脚的动作。我们往侧边，跟刚刚的动作很像哦，尽量让膝盖往侧边延伸，一样可以去活动到我们的臀部，还有我们的髋关节。吐气，慢慢的往上，让它抬起来，吸气慢慢下去，吐气慢慢的往上，膝盖抬高，回来之后再换边，吐气往上，回来之后再换边。吐气，抬头挺胸。好，最后一个暖身的动作我们会让你的脚往后延伸，另外1只手可以保持平衡，膝盖我们要让它合在一起。回来之后再换边，膝盖合在一起。好，这个动作会需要考验大家的平衡感。如果可以的同学我们可以让你的脚跟靠近我们的臀部，去延展我们的大腿前侧。很好，那4个下肢的暖身就完成喽。待会上半身我们暖身的话，我们两只手掌心朝上，先稍微活动一下我们的肩膀，调整一下呼吸，肩膀去放轻松因为现在很多人的肩颈都会比较容易酸痛，比较容易紧绷哦。好，接着回来之后我们可以让你的手叉腰，慢慢的往侧边去延展，回来。再换另外1只手，往侧边去延展，身体弯弯的，像一个英文字母的 C， 往侧边，会感觉到我们的身体的侧边整个被延伸开来，再慢慢的回来，记得调整一下呼吸，往侧边，再换边。好，最后我们让2只手抓在一起，慢慢的去转动我们的手腕，活动我们的手腕。接着我们让肩膀稍微活动一下。开嘎周都懂后哦，等一下我们暖身完就接着我们接下来的运动。开嘎来做运动喽！待会我们要做的是拳击的运动，拳击的运动。等一下我们可以先让双手放轻松，手腕稍微活动一下，肩膀一样可以稍微转动，活动一下我们的肩膀。拳击它是全身性的运动，所以等一下我们的脚会像这样子，左脚站在前方，右脚站在后方。想象一下我们地板有一个时钟。让我们的前面的这只脚就是我们的左脚，面对12点钟的方向；我们的右脚就是我们后面的这只脚，朝向2点钟的方向。要记得我们的身体的重心会略微的往前，不要让我们的膝盖锁死，所以我们的膝盖都是有弹性的。这个时候我们的右脚的脚跟稍微抬起来，稍微抬起来，但是也不用像踮脚一样抬得太高，稍微跟地板有一点点的空间就可以了。
好，让我们记得拳击的姿势，我们会让双手面对我们的下巴，手掌心面对我们的下巴，调整一下呼吸，我们可以让身体稍微活动一下，好，上下的去摆动，像拳击手一样。好，回来之后一样，记得不要让我们的膝盖锁死。待会我们先练习刺拳跟直拳的动作。刺拳就是我们前面的这只手，伸直往前延伸，记得让我们的中指的位置都会面对正前方，不要让我们的手腕有掉下来或是往上抬的动作，让我们的手腕都面对正前方。我们整个手臂会让它贴紧我们的下巴，靠近我们的下巴。回来之后，做出直拳的动作。直拳是我们的右手，这个时候我们就要配合我们的右脚去转动，一样让我们的手尽量的往前延伸，尽量的往前延伸，让我们的视线都看着我们的拳头的位置。回来，很好，让我们再一次哦，调整一下呼吸，先从刺拳跟直拳开始。刺拳手伸直，记得手的高度就跟我们的脸差不多高，手的高度就跟我们的脸的位置差不多高。回来之后，直拳也是一样，手的高度就跟我们的脸的位置差不多高。让我们的手臂尽量的往前延伸，让我们的手臂靠近我们的下巴，很好。接着我们要做出上勾拳的动作。上勾拳呢，我们就会由下往上，手肘把它固定好，由下往上挥击上来。这个时候我们的拳头大概跟我们的下巴一样的位置，一样的高度。回来之后再换边，上勾拳，我们的拳头跟我们的下巴是一样的高度哦。好，记得上勾拳的时候，我们不要让你的手有去捞东西的动作，所以我们就要把你的手肘去固定好，先往后，再带上来，先往后，再带上来。好，待会我们会把刚刚的动作衔接在一起，手放回来在我们下巴的位置。脚检查一下，左脚在正前方，朝向12点钟的方向；右脚在后方，朝向2点钟的方向。身体的重心略微往前，膝盖微弯，让我们的右脚的脚跟稍微抬起来，不要踩死在地板上哦。好，等一下我们要做出刺拳、直拳、上勾、上勾的动作。调整一下呼吸，我们再一次吐气的时候，我们跟着动作一起去进行。刺拳、直拳、上勾、上勾，很好。刚刚我们做了4个动作，等一下我们要把动作完成，我们要把6个动作完成。动作非常简单，我们后面4个就是做上勾拳，手放在我们下巴的位置，刺拳、直拳，4个上勾，1、2、3、4，很好。手放回来到下巴的位置，1、2、3、4、5、6，所以我们有6个动作。手放回来到下巴，刺拳、直拳，4个上勾。好，记得在做上勾的时候，我们的脚要去出力，这样你的拳头的力量才会大。让我们的右脚记得去做一个旋转的动作，想象一下，把我们的脚合在一起，像关门的感觉。因为我们一开始右脚是不是朝向2点钟的方向？最后我们回来的时候会把2只脚靠在一起，接着再打开来。好，我们从刺拳的动作开始，刺拳、直拳、上勾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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非常好。肩膀要放轻松哦，调整一下呼吸，我们让肩膀稍微活动一下。好，手一样可以稍微转动，活动一下我们的手腕，活动一下我们的手指头。好，让我们双手再摆起来，到我们下巴的位置，膝盖略微弯曲，刺拳、直拳、上勾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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非常好，我们就完成这6个动作。如果可以的同学，我们可以试着在家把速度加快一点点。1、2、3、4、5、6，很好。1、2、3、4、5、6，很好。调整一下呼吸，待会我们要做第2套组合拳，一样我们让肩膀稍微活动一下。待会我们会先从上勾拳开始，
手帮我放回来到下巴的位置。检查一下我们的左脚朝向正前方，右脚朝向2点钟的方向。好，待会我们先做出上勾拳，一样停在下巴的位置。接着我们做右手的侧勾，由外往内。我们的手臂跟地板是平行的，不要斜斜的，也不要抬得太高。手臂跟地板是平行的。回来之后身体的重心略微往后，因为等一下我们要把我们的前脚踢出去喽。重心保持好之后，我们把前脚快速的抬起来。回来踩稳之后，我们再做出右手的上勾，搭配左手的侧勾。好，让我们把动作再衔接一次哦。首先放好到我们下巴的位置，上勾、侧勾、踢前脚往上。回来之后，右手再摆出上勾、侧勾的动作，非常好。记得我们在踢前脚的时候，我们的重心会略微往后，所以我们的脚要踩稳，身体才不会往后倒哦。好，身体放轻松，手放回来到下巴的位置。先从上勾拳开始，上勾、侧勾，脚踩稳之后踢前脚，接着再上勾、侧勾，很好。在我们踢前脚的时候就要挑战大家的平衡感喽。手准备好，上勾、侧勾、前踢，最后回来上勾、侧勾，非常好。上勾、侧勾、前踢、上勾、侧勾。如果可以的同学，可以试着让速度加快。上勾、侧勾、前踢、上勾、侧勾。那除了速度快之外力量也要大哦，所以我们的身体要跟着去摆动，调整一下呼吸。我们再一次，手放好到我们下巴的位置，记得先从上勾拳开始，上勾、侧勾、前踢、上勾、侧勾，很好。回到原本下巴的位置，调整一下呼吸，上勾、侧勾，踢的时候要快，最后再上勾、侧勾，很好。上勾、侧勾、前踢，最后上勾、侧勾。在我们做前踢这个动作的时候，我们的右脚的脚跟它就会踩稳在地面上了，右脚的脚跟就会踩稳在地面上了。再一次哦，手放好到我们下巴的位置，左边先上勾、侧勾、前踢，最后上勾、侧勾，非常好。记得2只手打完之后都要回到我们下巴的位置哦。都要让我们的手回到原本的位置。好，让我们慢动作再一次。上勾拳，我们的手臂是90度的。回来之后，侧勾由外往内。我们的手臂跟地板是平行的，手臂跟地板是平行的。回来之后，先把重心略微往后，前踢我们的前脚，快速的往上，抬到我们肚子的高度，快速的往上。回来之后，接着我们换成右手的上勾，一样手臂是90度的，手肘固定好，停在我们下巴的位置。最后我们就要做出侧勾的动作，很好。让我们做最后一次，上勾、侧勾、前踢、上勾、侧勾。那我们今天的拳击动作就到这边完成喽。泰嘎周都同后哦。泰嘎来周运通喽。待会第一个动作我们会需要用到的是弹力带。好，那弹力带的话有分非常多的磅数，可以选择适合自己的。等一下的训练我们会先用弹力带训练我们的背部的力量。待会我们先让2只手抓在弹力带的外侧，那我们可以踩在弹力带的中间的位置。好，记得要踩稳哦。接着我们身体让我们的臀部往后推，膝盖微弯。好，让我们的胸口面对我们的地板，有点像鞠躬的动作，所以就会像这样子。这个时候你会发现弹力带会有点松开的感觉，没关系，我们就可以稍微往下抓一点点，保持好我们的身体是抬头挺胸的。吐气的时候，我们让2只手一起往正上方拉上来，再慢慢的回去，手伸直。
吐气的时候往正上方拉上来，吸气慢慢回去。注意啊，我们的手肘往上的时候会略超过我们的身体，再慢慢的下去。你会感觉到我们的背部要往中间靠近去夹紧，再慢慢回来。调整一下呼吸，我们可以先站起来休息一下。这个动作啊，我们会训练到我们的背部的力量。那因为我们身体会略往前倾，所以你会感觉到我们的大腿会需要稍微出力哦。好，这个动作我们可以在家操作8到12下，那我们一天可以操作个2、3组。在踩弹力带的时候啊，记得我们要让整个脚都踩在它的正上方，这样我们在移动的时候，它才不会突然弹起来。好，抬头挺胸，我们让臀部往后推，膝盖微弯，让我们的胸口去面对地板。调整一下呼吸，吐气往上，拉上来，吸气，慢慢的回去。好，要注意拉上来的时候，我们的手是大概往肚子的方向靠近，不要耸肩，手是往肚子的方向靠近，不要耸肩。如果觉得脖子会有点酸痛就不对喽。吐气的时候往上，你会感觉到我们的腋下的斜后方、背部的位置要去用力收紧，再慢慢回来。吐气往上。做的过程中千万不要驼背，如果驼背的话，我们可以先稍微站起来，调整一下姿势，调整一下呼吸，再重新让我们的臀部往后推，膝盖微弯，再开始。所以如果做的过程发现已经驼背了，这个时候我们记得先站起来，调整一下姿势，再把剩下的组数跟次数完成。吐气往上，吸气慢慢下来，吐气往上，吸气慢慢下来，吐气往上，吸气慢慢下来。那这个运动啊，就会训练到我们的背部跟我们手臂前侧的力量，训练我们的背部跟我们手臂前侧的力量。那平常啊，大家可能都是坐着，所以比较容易会驼背。这个动作就会非常好，可以去活动我们背部的肌力跟我们背部的肌肉，然后就可以避免去驼背啊。好，第二个动作啊，我们会做的是深蹲跳。在做深蹲跳之前，我们要记得练习一下深蹲这个动作。两只脚我们要稍微打开来，脚的位置就差不多跟我们的髋关节或者是肩膀差不多宽。要注意我们的膝盖一定要对准我们的脚尖哦，我们的膝盖一定要对准我们的脚尖。我们的手一样可以放在我们的胸前，吸气慢慢的往下蹲，吐气站起来，吸气慢慢的往下蹲，吐气站起来。深蹲这个姿势啊，就是训练我们大腿的前侧，还有我们臀部的肌肉。好，训练我们大腿的前侧跟我们的臀部。好，脚踩稳，吸气往下蹲，吐气站起来，吸气往下蹲，吐气站起来。那当我们要练习跳起来的动作之前啊，要记得有一个衔接的动作，所以让我们的脚尖是踮起来的。所以等一下我们一样，吸气先往下蹲，吐气，身体抬起来的时候去做出踮脚的动作。好，脚跟先踩稳，慢慢的蹲下去，吸气往下蹲，起来的时候我们会踮脚往上，再慢慢的回来。踮脚的时候不用停留太久，吸气往下蹲，起来的时候踮脚往上。想象一下，我们的身体像火箭一样往天花板的方向延伸，把身体抬上来。好，当我们真的要做出深蹲跳的时候，会建议我们可以先准备一个有椅背的椅子，双手可以扶在我们的椅背上，双脚一样打开来。刚刚我们已经有练习了蹲，起来的时候踮脚，所以等一下我们一样先从这个动作开始，慢慢的往下蹲，起来的时候踮脚往上，
手可以稍微扶一下，所以这个时候椅子就会非常重要哦。下面最好是稳定的，不要是有轮子的。手轻轻的扶着，我们再一次吸气往下蹲，吐气踮脚往上。下来的时候脚跟就要踩稳，吸气往下蹲，吐气往上。然后记得在我们移动的过程，蹲下起来，我们的膝盖都要去对准我们的脚尖。待会我们可以尝试让我们的双脚离开地面，稍微跳起来。所以我们的手一样，先扶在我们的椅背上，吸气往下蹲，起来往上，吸气往下蹲，起来往上。我们的双脚像弹簧一样，一落地的时候，我们就要往下蹲下去喽。再一次，吸气往下蹲，吐气，很好。吸气往下蹲，吐气。一落地的时候，记得我们就要像弹簧一样，让我们的大腿承受弹起来的这个力量。吸气往下蹲，吐气起来。在做的过程，记得你的膝盖一定要对准我们的脚尖。所以如果从正面看，就会像这样子：吸气往下蹲，跳起来。落地的时候，膝盖跟脚尖都要朝向同样的方向。调整一下呼吸，吸气蹲。一落地的时候，我们的大腿就要往下坐下来，让我们的膝盖去对准脚尖。深蹲跳，它除了可以去刺激我们的大腿的力量之外，也可以去刺激我们的心肺。好，最后一个动作啊，我们就会做登山者的姿势，是一个核心的训练。我们会需要准备一条瑜伽垫，待会双手会撑好在我们肩膀的正前方，手撑好在肩膀的正前方之后，我们可以让两只脚把身体撑起来，所以脚就可以往后。先做出手掌撑的棒式，接着啊，我们再把其中一只脚往前，不要碰到瑜伽垫哦。左右记得去换边。记得在移动的过程当中，我们的背都是挺直的，千万不要驼背，也不要让我们的背抬得太高，上半身基本上没有做任何的移动哦。我们再一次，让我们的手撑好在肩膀的下方，抬头挺胸，我们把身体撑起来。慢慢的，我们把脚往前延伸，回来，再换边。上半身尽量不要移动，肚子撑住，用力。好，所以今天我们就训练到我们的背部的力量、腿的力量，还有我们的心肺跟我们的核心。那我们今天的肌力还有有氧的训练就到这边完成喽。